深港合作係一個大機遇，而深中合作咧亦都係非常大喎。咁所以咧，近期嘅一個港貨行天下活動咧非常火。咁而中山咧亦都同深圳合辦咗一個活動。咁所以咧今日高 Sir 咧就嚟港貨行天下，中山百貨進深圳，深中同城好物共享活動在深圳市寶安區歡樂港灣摩天輪廣場舉行。咁咧有嘢有非遺，有家電，有高科技，仲有咧有嘢食啊！有我哋中山嘅美食啊，菊花宴啊，中山乳鴿啊嗰啲咧好多都有噶啊！整啖先。哦，啊中山美食好食啊！中山咧好多美食啊！活動現場，請到中山過大年主題文旅活動精彩亮相，還推動兩地企業舉行購銷、產銷及採購項目簽約36個，總金額達30億元，以一系列合作舉措推動深中同城從規劃走向實質落地。活動為期2天，多維度呈現中山魅力，7大主題板塊亮點紛呈，現場市民排隊買。後邊咧就帶緊貨，非常正。中山靚貨圈粉深圳，高 Sir 推薦大家來歡樂港灣摩天輪廣場支持活動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